Hello， 各位市民，大家好，我係林博，歡迎大家翻到嚟博巴同你 talk 社區事為你而博。咁今日大家睇乜嘢呢？就係嚟到我哋土環站啊，有啲咩好睇啊？就係話我哋之前咧收到唔少街坊嘅反映，就話喺我哋出口咧就非常之悶熱同埋好焗，譬如話喺升降機啊、扶手梯嗰度。咁我哋都即時咧同咗港鐵去反映，咁港鐵亦都非常之好啊！即刻咧喺呢個4個出口咧，土環站嘅 A、B、C、D 亦都係裝咗掛牆嘅風扇同埋坐地嘅風扇，咁啊希望令到市民咧出入咧更加係舒服，唔使咁悶熱嘅。咁我哋咧都帶大家去現場睇一睇，究竟裝成點，同埋啲市民咧係咪都覺得非常之好？蘭姐你好啊，咁喺土環站4個出口咧都加咗風扇同埋呢個掛線喎，咁你覺得加咗之後有啲咩好處？你自己感覺係點樣啊？係啊，行過都覺得涼爽咗咯，啲空氣又流通咗，覺得好舒服啊！入得嚟。係咪好多街坊都會支持啊？同埋咧都贊成啊？係啊，梗係支持啦，對市民好啊嘛。咁大家如果再有什麼地區嘅問題，有咩什麼地區嘅議題需要幫忙去解決跟進嘅，隨時揾我哋博巴同你 talk 6214787 WhatsApp 微信，隨時俾料我哋，多謝。大家想睇到最新嘅 YouTube 片，歡迎大家訂閱博巴同你 talk， 亦都請大家幫忙分享、share 同埋撳個 like。我係博巴，下次再同你 talk。